梅格萊恩斷崖式崩壞，式最美甜心維修過頭狀態曝光。梅格萊恩斷崖式崩壞，昔日甜心模樣已不復在。63歲好萊塢女星梅格萊恩 Meg Ryan 曾被公認為愛情喜劇女王，也因超美笑容被封為美國甜心。不過她在2015年後就淡出大銀幕，也多次因維修過頭的小丑臉成為話題。她2日罕見現身奧斯卡擔任頒獎人，身形依舊纖細，但臉上的整容痕跡明顯，昔日的甜心模樣已不復在。有網友直言，其實自然老去也是一種美，看到梅格萊恩就是回憶殺，她是我所有浪漫的回憶。梅格萊恩1981年踏入演藝圈，1989以當哈利遇上莎莉 When Harry Met Sally 成名，其他代表作還有西雅圖夜未眠、Sleepless in Seattle 電子情書，2015年還演出自己執導的伊薩卡的電報 Ivaka。